馒头、姨妈仔我也去，甲台湾的饮食文化。看到馒头两字汉字，你会想到啥物？敢是迄款米粉做的，无油炒的，有发过的 QQ 的食物？兼知恁心内想的拢是馒头。毋过馒头两字的意思，可能是咧讲台湾传统的制品面头，嘛或者是咧讲日本的一款点心饅头。那馒头是太平洋战争结束了后，中国人再来台湾的新食物。看到红豆饼，也是车轮饼，你又阁会想到啥物？是毋是想到迄款皮烘甲小可酥，内里软 Q 杂白，有咸也有甜的点心？即马甚至有人讲红豆饼是咱台湾的国民美食，煞毋知伊是为姨妈甲我也去演变来的。姨妈甲我也去，阁有一个名，号做太空饅头。安尼看来，红豆饼嘛是馒头。台湾好食的物件是四界都有，譬如蚵仔煎、肉圆、面线糊、炒仔粿、阿摆、鸡仔母、石头等等。若讲迄款较实行的，甲现代人生活较斗搭的，是逐所在都有的早顿店、茶亭啊，甚至是外来的麦当劳。早顿店加减都有在卖鲜豆一子、烘肉糕、包仔，搁牛奶、豆奶、牛奶红茶。茶亭啊，拄去有卖古早味的青茶甲红茶，嘛有卖珍珠牛奶红茶甲口味奇卡五花十色的茶水，互你颈内止喙焦、透心凉，也是寒天啉了白烧落。麦当劳是外来的餐厅，得卖的就烘肉糕甲鸡肉糋。毋过，因早就甲遮的物件改良过，通互台湾人的喙齿欢喜。遮的食物拢有历史记忆甲文化透染的痕迹藏伫咧。因为食客考，咱永远是简单会晓享受伊的滋味，煞拍算伊无形的价值。台湾的饮食文化上大的特色就是杂谈，因为咱台湾是海岛，真够大，移民毋捌断绝过。佮因为是岛屿，进出口的贸易自早就对世界的大航海时代来起鼓。台湾的历史自然称作海洋史，移民爱适应新故乡，原住民要适应时代变化。拢总夹伫台湾海洋史呢，饮食文化就安尼伫族群接触、在地食材甲原料贸易的复杂关系呢，豆豆仔成型，佮韵韵仔改变。饮食文化的产生，甲当地食物的材料、料理的手路、在地人喜意的口味。以及在地人的惯势甲信仰，拢有伫台。不管啉的也是食的，逐项互台湾人来用、来食、去分享、去讨论的料理，咱对伊都有百美丽的感情。离开台湾，去到海外，红豆饼、肉包、牛奶红茶，闪一个就枵腮，闪一个就看到台湾，这款就是咱用啉食起做的文化，真心的认同。